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啊539。这期要分享的是115年1月初6星期二精彩有产潮的资料。咱这期要来提供2招恶中医，甲2招高基的招数，来互咱线上好朋友伫咧1月初6来好牌参考。首先介绍这块是5期帮的5期1摆，来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来减脂甲加12，爱伫下一期来开一组恶中医。这招准5进6，伊第一转是伫咧12月初8，顶年的12月初8。12月初8伊上一期第1期控6，这期控6固定减脂甲加12，控6减脂控5加12100，伊控5100，伫咧下一期12月初8来着控5，控5100来着控5。过来下一转是咧12月13，12月13伊上一期的第1期1控，咱过来固定减脂甲加12，1控来减脂是控9加1222，伊控9 22伫咧下一期来着控9，控9 22着控9。过来下一转12月19，12月19伊上一期第1期控4，这期控4咱同款过来减脂甲加12，伊减脂控3加1216，控3 16伫咧下一期来着16，控3 16来着16。过来下一转是12月25，12月25伊上一期的第1期控2，这个控2同款过来减脂甲加12，控2减脂是控1加1214，伊控1 14伫咧下一期来着这个14，控1 14着14。过来下一转是12月31，12月31伊上一期第1期11，这个11咱同款过来减脂加12，11减脂是1控加12 23，1控23伫咧下一期来着1控，1控23着1控。过来下一个就是咱这期1月初6要来使用的，伊伫顶一期第1期来开1控，咱同款固定过来减脂甲加12，1控减脂是控9加1222，伊控9 22爱伫咧下一期，咱这期1月初6爱来开出。这招是5期帮来利用上一期的第1期固定减脂加12，爱伫下一期来开恶中医。这期是控9 22，来提供予线上的好朋友伫咧这期来好牌参考。所以过来介绍同款是5期帮的恶中医。伊这招是来利用上2期的第4期固定来减3加6，爱伫下2期来带一组恶中医。咱同款为第1转来介绍起。
伊伫第一卷咧是12月初8，12月初8咧上两期第4期咧一七，这个一七咧固定减3甲加6，一七来减3咧是14，加6咧23，伊1423伫咧下两期12月初8来着23。1423来着23，过来一转呢是12月13，12月13呢，以上两期第4期25，这个25同款来减3甲加6，25来减3呢是22，加6呢31，伊2231呢，伫咧下一期来着31。2231来着31，过来下一转呢是12月19，12月19咧上两期第4期咧19，这个19咧同款过来减3甲加6，19减3咧是16，加6咧25，伊1625咧伫咧下一期下两期12月19。来着16，1625咧来着16，过来下一转咧12月25，咱同款过来用伊上两期的第4期来减3甲加6，伊上两期第4期咧30来减3咧27，加6咧36，伊伫下两期咧来着36。2736来着36，过来下一转呢是12月31，12月31咧，以上两期第4期咧29，咱同款过来减3甲加6，29来减3咧是26，加6咧35，伊2635咧，伫咧下一期两期咧来相开。2635咧，两期咧来相开。过来一转咧，就是咱即期要来使用的，伊伫上两期咧，第4期咧32啊。这个32咧，同款来减3甲加6，32来减3咧是29，加6咧38，伊2938咧，爱伫咧下两期，就是咱即期。1月初6，要来使用。这招咧是5期帮的，来利用上两期的第4期固定减3加6，爱伫咧下两期来开奥创意。这期咧是2938，来提供互咱线上的好朋友咧，伫咧这期咧来好牌参考。过来另外要来介绍一个就是基督来高基的。这个基督来高基的咧，准是正午，伊是16开咧第2期，16开咧第2期，来利用下3期咧，第2期咧固定来减25，爱伫咧下一期，就是16的下4期咧来开高基，这招准是正午。首先呢，为这个第一转呢来介绍起，伊第一转呢是伫咧顶年7月28，顶年的7月28咧，第2期咧来开16，咱固定来用伊下3期咧，第2期来减25，伊第2期咧12，这个12咧。减25咧是13，这个13咧伫咧下一期8月初1，来开出。过来下一题咧是10月初3，10月初3咧第2期咧过来开16，咱同款过来用伊下3期第2期咧来减25。伊第2期咧16，
这个16来减25咧是09。这个09咧，伫咧下一期10月初8来开出。过来下一题，第三转16咧是咧10月初7，第二期这个16。咱同款，过来用伊下三期第二期咧来固定减25。伊第二期咧06，这个06来减25咧19。这个19咧伫咧下一期10月11来开出。这是第三转，过来是第四转。第四转呢是伫咧顶年的12月19，12月19咧第二期佫开16。咱同款来用伊下三期第二期咧固定来减25。伊第二期咧22啊，这个22咧减25咧03。这个03伫咧下期12月24来开出。过来是第五转，就是咱即期咧要来使用的。伊伫今年1月初1咧，第二期咧来开16。固定过来用伊下三期的第二期咧来减25。伊下三期第二期咧16，这个16咧减25咧是09。爱伫咧下一期，就是咱即期咧1月初6爱来开出。伊即招是16开咧第二期，来利用伊下三期的第二期咧固定减25，爱伫咧下一期咧来开高期的。即期咧是即个16要来减25，要来带即期09的高期的。伊即招咧，即个09，若是有继续佫开，咱会使佫用即个16咧，佫继续的，佫来做即个带牌。以上即招咧，来提供咱线上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来好牌参考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咧是一块活基板的记录啦。即块活基板的记录啦咧，同款是准时正午。活基板的咧，就是利用顶一转的板头，顶一转的板头来带牌，互下一转使用。伊即招是36开咧第五期，36开咧第五期，来利用伊当期第四期固定加字，来互下一转的板头使用。伊即招同款准时正午。伊第一转呢，顶年的10月13，顶年10月13呢，伊第五期开36。伊同期的第四期咧22啊，这个22咧固定来加2，22加2咧是24，这个24咧等伫咧下一回36佫开，36佫开咧下四期来使用。伊下一回咧第二转咧是伫咧11月13，11月13咧。伊第五期过来开36，第五期过来36，伊顶一转的字数咧，爱伫咧下四期，就是11月18来开出，伊伫即期咧字数来开出。即个字数开咧，咱过来用伊板头，第五期的即个36的隔壁第四期23，过来加字，即个23加字咧25。即个25咧，来伫咧下一回36佫开咧下四期来使用。伊下一回咧第三转咧是11月29，11月29咧，伊第五期佫开36，伊伫下四期咧25咧来开出。即个25开出咧，伊即个36的隔壁期即个33。再过来加2，33来加2咧，35。即个35咧，再过留了下一回36佫开咧，伫咧下四期过来使用。伊下一回第四转咧是12月18，12月18咧第五期佫开36。伊36咧
下四期即粒35来开出。即个35开出咧，咱再过来利用伊第四选即粒36隔壁机的33咧，过来加2。伊即粒33加2咧，共款佫35。即粒35咧，爱留伫咧第5处。第5处就是下一回版头咧36佫开咧下四期佫来使用。伊下一回咧是12月26。12月26咧，36過來開第5期，36開第5期咧，伫咧下四期即粒35過來開出。即粒35開出咧，咱再佫倒來用伊版頭隔壁機第四期咧，過來加2。伊第四期咧27啊，即個27來加2咧29。即個29咧，再佫來等下一回36開，伫咧下四期來開出。伊下一回36咧是1月7日，1月7日36過來開第5期，36開第5期咧，伫咧下四期就是即期1月7日愛來開出。伊即招咧是36開第5期，來利用伊共一期嘅第四期咧固定加2，伫咧下四期咧要來互下一回嘅版頭嘅36啊使用。即期咧是29嘅高期嘅，來提供互咱線上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咧來好排參考。以上咧感謝大家耐心聽完阿爺嘅分析加介紹。咱以後咧即期咧會當佫再順利調整。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感恩，多謝。